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要带您快来品尝的是梅子酸甜的滋味。这美味在经历过921摧残的南投信义乡里面飘散着。这是客家媳妇儿王桂香和先生开设的梅子加工厂。尽管曾经负债上千万，但是呢，两个人坚持用无农药的梅子，坚持以传统客家腌制的技法来制作。这美味似乎也就有着淡淡的客家不服输的精神。南投信义乡山区经过无数天灾考验的山谷一片宁静，空气中散发着阵阵梅子香气。梅子工厂里，女主人王桂香正忙得不可开交。每年3到5月是梅子采收期，也是腌制梅子最繁忙的时刻。55岁的王桂香是客家媳妇儿，夫婿杨庆龙祖居苗栗南庄，祖父时代迁居南投信义乡种梅子。1989年设立陈轩梅加工厂，坚持客家传统腌制技法，因此获奖无数。从挑选梅子开始，王桂香紧盯每个步骤。像这个是已经9分熟，经过去无存精，筛选大小，梅子从栽种开始就坚持不撒农药。他不认识说这个无毒跟有毒的话，他们不会分辨，他就会说我们这个是人家不要的再卖给他。其实我们是很用心的再去经营这一块无毒的产业。照片上，王桂香和先生在梅子园里穿梭，即使成本高、费人力，两人坚守辛苦建立的家园。即使历经921地震、赫伯风灾接踵而来，梅子园和工厂瞬间变成废墟，夫妻俩一度因此负债千万，但一家人咬牙苦撑，终于渡过难关。一路走来很辛苦了，重建的路到现在也是只有重建一半呢。慢慢的，我们有信心说以后把整个工厂都盖好。一大桶一大桶腌制过的梅子，还要经过预晒，从采收到加工，每个步骤费时又费工。王桂香不怕辛苦。小时候差点被父亲带着走上绝路，王桂香的手指扭曲变形，她和先生反而更抱持感恩的心，决定贷款150万元捐救护车，造福乡里。手工腌制的紫苏梅和脆梅，酸甜的滋味，保留客家传统的好味道。里面蕴含的是王桂香夫妇的用心，还有客家人不怕吃苦、不服输的应景精神。信义乡的山谷边，翠绿的梅子满枝头。陈轩梅的工厂里，酸甜的梅子扑鼻香。梅子的蜕变是王桂香的成长，是夫妻俩的客家坚持，是你我的感动时刻。